稱為廣東嘅小桂林，好多天然嘅景色。咁依家呢個天氣咧，最適合咧就係遊山玩水啦。清遠市位於廣州嘅周邊，佢係以山水生態同溫泉資源聞名，所以有廣州後花園、廣東小桂林之稱。但係由於佢好大，如果唔夠時間深度咁玩，不妨就嚟呢個筆架山嚟旅遊一下。入園冇耐，好快就會見到呢個標誌性嘅竹林打卡位，望住美景一路行，好寫意，而且成個路線咧都幾輕鬆㗎。哇！咁快咧就去到呢個大瀑布嘅入口啦。園區四周都係靚景，而且空氣特別清新。沿住呢條青龍湖一直行，好快就會見到瀑布㗎啦。終於見到瀑布啦！仲有唔同嘅瀑布群，真係好壯觀。而且咧有好多個打卡位同觀賞位，可以近距離，亦都可以遠距離咁樣觀賞。呢度仲未完㗎，可以繼續上山感受千谷溪探險。例如咧有深山飛躍、懸崖吊橋、懸崖單車、飛索、叢林滑道、玻璃船等等。但係咧呢啲都要注意啦，有額外嘅收費㗎。全長咧大概3.5至4公里左右，難度就唔太大啦。不過如果想影相啊慢活啲，基本上咧就大概要玩3個零鐘。如果慢慢行唔會停留太耐嘅話，其實個零2個鐘已經玩晒㗎啦。建議咧一入到園就影低個地圖，咁就可以決定自己想玩啲咩項目。下次咧我一定要嚟玩漂流啊！下一站就係要嚟試食鼎鼎大名嘅清遠桑拿雞啦。佢其實咧係清遠經典食法嚟嘅，結合咗當地著名嘅清遠雞，佢皮爽肉滑啦，非常香濃，仲用埋咧蒸汽嘅烹飪方式去保留咧雞肉嘅鮮味同埋原汁原味。除咗桑拿雞之外，仲有桑拿牛、海鮮等等嘅。先食完雞肉之後咧，可以飲湯，湯咧就吸收咗所有嘅雞汁同埋藥材，真係非常之濃郁啦，又養生。嚟到清遠咧係唔可以錯過，好食。食完嘢梗係要去返當地嘅城市行下啦。嚟到呢個老城區地標喜鳳里，佢保留咗呢個清末民初嘅傳統建築風格。原來咧呢間好出名嘅糖水鋪咧喺正喜鳳里嘅街頭，3個半一碗真係勁抵啊！呢度最受歡迎嘅海南椰子冰嚟到嘅時候已經賣晒啦，但係咧我哋食嘅楊枝甘露同埋西米露都非常清甜好食。真係好足料，而且好清甜啦！3個半可以有呢個質素，真係 CP 值超高啊！隨住城市嘅發展，其實周邊都好現代化，但係呢度嘅街區仍然保留住老居民生活，留有一啲市井嘅煙火氣，好感受到新式同埋舊式文化嘅交融，好值得喺度慢慢觀賞同埋細味。